如果有人值得你对他好，对他好，他会记得你好。如果有人值得你对他好，他对你好，你要对他更好。其实你知道，谁对你好，真的对你好，值得你对他好。谁好谁不好，好不好？谁真的对你好？不值得，不用，值得的，记得对他好。